我對面棟大廈每晚都有個女人企喺窗邊。我住24樓，佢住喺對面嘅23樓。每晚10點半，佢一定會準時出現，着住同一套白色嘅睡衣，企喺冇開燈嘅房間，透過玻璃望出嚟。我最初以為佢係望街，但係慢慢發現佢係望緊我。上個禮拜我買咗支強力嘅電筒，10點半佢又準時出現。我鼓起勇氣向對面窗閃咗3下燈，佢冇反應。正常人都會嚇一跳或者走開，但係佢連眼都冇眨，繼續用同一個姿勢望過嚟。我唔信邪，連續閃咗10幾下，突然之間，我房入面嘅電視機自動着咗，雪花嘅畫面沙沙聲咁樣響，然後熒光幕慢慢咁浮現出我房入面嘅實時影像，影住我企喺窗邊拎住電筒，鏡頭嘅角度係從對面嘅樓影過嚟。我嚇到即時閂咗個電視，再望返過去對面窗，個女人已經消失咗。第二日，我請假去對面棟大廈揾管理處。我問23樓 B 住咗咩人，管理員阿伯就皺住眉頭。23樓 B 空置咗3年啦，之前個租客跳樓死咗，之後就一直冇人租。我背脊一涼，但係我每晚都見到有個女人企喺窗邊喎。阿伯望住我，眼神好奇怪。後生仔，你住邊層啊？24樓咯。阿伯面色一變，壓低把聲。跳樓死嗰個在之前住24樓 B 嘅女人，佢生前最鍾意企喺窗邊。我唔明喎，如果死嘅係我以前單位嘅住客，點解會出現喺對面23樓啊？直到琴晚，我終於明白。10點半，嗰個女人又出現，但係今次佢身後面嘅房，我認得啦。米黃色嘅牆紙，維港夜景嘅掛畫，天花角有一笪水漬，全部都係我以前租嗰個單位一模一樣嘅樣。我1年前因為工作調動先搬咗過嚟呢一邊，佢根本就唔係住喺對面。佢企喺我舊單位嘅窗邊，望住而家住緊新單位嘅我。我即刻打俾舊單位而家嘅租客，電話接通，我把聲震到幾乎講唔到嘢。你而家屋企係咪有個女人企喺窗邊啊？對方沉默咗幾秒，然後就話：係啊，我見到啊，着白色睡衣啊嘛，佢企咗喺你以前間房個窗口啊，望緊出面。而家係夜晚10點28分，我坐喺窗邊望住對面棟23B， 係黑咗嘅窗嚟嘅。我個手機啱啱震咗一下，係舊單位租客傳過嚟嘅訊息。佢轉咗個頭過嚟望我哋呢邊啊，仲向我哋揮手啊！我抬起個頭，對面棟23B 個窗依然都係黑色嘅喎，但係我房間窗嘅玻璃倒影多咗個白色睡衣嘅女人企咗喺我後面。原來由頭到尾我都冇搬走過。